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来到这，这在台中立川东路这，台湾全民食物银行协会。咱台湾人敢有人摇巴肚？有喏，全世界，而且更较严重的代志是食物浪费。1/3的物件拢讨济去，食物银行就是咧做这个调节，甲互你食营养这项代志。哦，这种理想性嘛真熬做。咱斗阵来拜访一下。来，咱来找理事长周老师。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嘿，周老师因为是香港人，但是在台湾落地生根，做教授，参与这做理事长。理事长，你甲咱讲因为我知影讲台湾其实足济伊台语听有啦其实台湾的食物银行也足济啦咱的特色是 B to B 呢，无送给个人呢是安怎？它是这样。你看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社福团体假如我们今天想协助个人的话，我们必须可能有一些社工。你想想看，一个社工只能可能服务我讲100个好了。那我们的想法就是组织对组织的好处是，我们直接去联系接近快200多个中小型的社福团体，他们去直接服务个案，那你就会想象，就是像一种叫瀑布式的一种网络。我知啊，因这不是银行，因这叫金矿。就我们去帮助一些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就英文是说 helping those that help others， 然后所以在我们用中文去看，就是说我们直接去帮助一些愿意去协助很多人，这那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帮助很多的人。但是咱这安怎传出去？咱这整国的这食物，有当时人有的是封关钱。买物件送出去，咱这有人管的物件，有的无一定咱好来送咱如何要来调整讲？你若拜托，你唔通送这拢是钱的物件囡仔唔食，要安怎跟因沟通这种物件？那其实坦白讲，钱我们也很想要，就只是说主要的差别是说，有的人是可能直接募捐钱，然后去买物资去送给别人。那我们的话，主要是从一些食物制造的厂商，然后还有一些量贩店、农民，甚至食物的工厂就从一些食品制造厂还有一些个人，然后募捐一些物资回来，然后当然有部分会捐钱。这有的像的就是拍开就这样吃的，有的就爱寄过呢，像这米就爱寄过，这个番麦你嘛是爱先寄过都无同款对，不止食物，甚至还有一些日常使用的，譬如说料布牙膏都有。日用品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物资的角度去看它，未必是食品。食品当然是食物银行的最大宗，但其实我们要去帮助下面的人、后面的人，他可能是日常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但是我知影讲，咱这个组织其实是。算作是世界联盟的一环呢。对。咱这世界联盟的这一环参与这有啥物好处？还是讲有透过这世界性的组织，互咱啥物帮助？知识上还是营运上有啥物帮助的？那他们基本上在国外有很多的很大的一个网络，因为协助我们的那个 Global Food Banking Network， 它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它有一个很多年的经验，它会告诉我们可能在食物的分配还有很多国家他们有很多的经验，互相分享那些经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在处理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搭配或者说抽丝等等。我举例来说，在泰国他们可能是直接把一些捐赠的食物现场会去煮，那在台湾我们煮给再分给街友那在我们的情形中，这个就不太方便了。那台湾我们可能比较重视，也不是他们不重视，我们比较在意食物安全的部分。那你就很难把
那个积极的对，那到底是算？所以大家爱交流啊，互相比较。对，而且他们还会来这边，每2年来这边给我们稽查一次，要确定我们达到他们在全球上面的一个标准。讲啊白就是看你有学识无对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讲得出、做得到。那所以我们目前是台湾唯一一个，也不是目前的，是本来也就是台湾唯一一个会员。哇，这个运作人不简单的，真认真的哦。我知影讲吼，接口在那等嘛吼，我来问讲，伊这课伊这呀吼来等我，就安怎来运作？讲这明角角这接口吼。你甲咱讲者吼，你这电脑嘛吼，来领的拢是，毋是个人，还是拢是团体来给你领？我们台湾全民食物银行都是组织对组织，所以来领的都是团体。那刚才主持人有问到，有些要煮的食物啊，因为团体照顾的个案类型不同，有的是有在供餐服务，所以有些玉米罐头啊，或者是肉罐头，它可以回去组成便当料理来照顾他们的个案。所以因为刚才理事长有提到，我们还有很多日用品，所以像等一下会受访的台中街友关怀协会，还有阳光妇女协会，这些日用品，他们在透过家访的时候，也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个案。说假像这就是你就爱看这个案，因这团体是有咧做，是，无唔对。你就是互因对。那像咧后面这嘛是安尼吼，像这抓内裤，这嘛是。就看讲伊有需要的，我就互伊，你来做调配。对，其实这种米会在分享给有咧煮食的单位。另外，家访型它也可以发放给个案，伊的社工到个案的家里时阵，其实提供给伊的个案，家己煮嘛会使。而且较有春秋呢，是啊，所以食物银行的功能服务非常的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收食物类、非食物类，依照我们合作的伙伴个案照顾的类型不同。来分享区划这些被捐出来的食物我讲一个趣味的，是，敢有人送迄落，你唔知要安怎处理的？是嘛是会呢？这有这些善心人士无小心在关物件的时阵可能没有帮我注意有效期限，可能无小心过期还是讲包装无完整，所以他捐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收藏在这里。其实大家拢知影，物件若是过期没真正派去啦。所以我们分享这些东西，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再去评估这个食安到底可不可以继续吃。基本上咱食物银行袂互物件摕去淡掉啦。这内面是无小心讲关遮济。这后这洗身躯的啦，是后这这嘛是这洗手的啦，这洗手的，干洗手的啦，干洗手，肉酥肉虎啦这这上面拢有呢，这有 NG 的啦所以你一工你差不多拢几个单位来搞你食？其实我要看阮关的食物的量。有些时候我们像疫情期间很多我们的合作伙伴其实都很缺物资，所以那时候1个月可能3家到6家不等的伙伴都好需要物资，这时候就会赶快来跟我们申请。你这有客满也出去过？有当然有。之前花莲台东咧地震的时阵，其实因拢去来跟我领物件，摕去花莲甲台东救灾，所以这时阵我家关出来的食物帮助到地震受灾的3个。有卖这敢若社会人性的一部分嘛。当然这无得讲咱讲白啦，有当时你若拄着战争、天灾地变，这就是上稳定的社会力量是啊，食物银行意思是急难救助很重要的社会力量，这嘛是阮来做服务的给答。今仔日拄好来领的是有一个协会，阳光妇女有一个单位叫阳光妇女协会。彭小姐你好。你今仔日来领啥物？今仔日领物资加的物件。加的物件。你敢会使指定讲我要这项？阮的若是有需要的，就会甲因讲。因个看卖有无，有就会甲阮通知。你拢事先来联络过？对。恁的特色是啥物？我听讲恁这关注的对象，讲有点数互因家己来尊严，迄是啥物一回事？
哦，因阮们较早嘛是就是一包一包的物资互因，但是就发现讲无共款的家庭，伊若是像住套房，伊嘛袂当煮。啊，若是年岁大无体力嘛，无法度煮。所以若是迄内底一包物资包内底有油啊、盐啊、米粉即款用煮的物件，伊就无法度食，伊就浪费。所以阮就改换，就是阮食品行开始了后，阮就改换即款用点数的方式，因会当家己选物件。选伊有需要的，就亲像去超市共款，伊就买物件摕了后，才来阮遮做登记。恁这超当时开始安尼用？是为阮食品银行是为民国106年开始的。嘛真早呢咯。嘿，迄时阵就开始用点数的方式。啊，你甲咱讲你接触的这个个案内面吼，有啥物因为恁的这个帮衬，啊，而且会当，因为。阮今仔日做这个题目吼，要互观众朋友了解讲，迄食物的物件吼，食物毋是干那食落去啊，我讲白是肠啊落去了，你就变迄落，安尼，毋是这个意思。有人的家庭因为这个食物啊，有较济的这个力量去做别项代志，咱有这种代志发生。有啊，阮近期有一个就是癌症的长辈。啊，因为就是化疗了后，伊就是细胞拢都死光光啊，所以伊就需要迄高蛋白营养品。迄时阵阮就是持续在提供了2-3年，就牛奶啊、补体素啊这款的物件，互因会当就是一直大量的摄取。伊了后就是去检查伊的迄尿蛋白，还是我累计是倒一个指标的指数就恢复稳定。哦，所以啊，这后勤单位呢，变做讲，但是我感觉是安尼吼，即摆真侪社会的人哦，有善心，但是唔知影要去倒位找恁。啊，恁是透过什么方式找到批处安尼？哦，阮就是咧成立的时阵，迄时阵就是需要大量的物资，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使了台湾全民食物银行。因听到阮会需要这食的物件甲用的物件，伊就记在心内底，就帮我们一起募集。而且阮就是特别是阮听到阮欠迄营养品的时阵，伊嘛是做特别去替阮斗3工，互我会当继续服务咱的家庭。安尼好事爱大广告，而且爱互需要的人摕到需要的物件，唔通浪费。嘿，对，我唔对。你今仔日领啥物？我今仔日来领的是，我看卖吼，是饼干，是分享箱呢。分享箱哦。系啊。这糖果上有啥？因为我们嘛有服务，就是客造的小朋友。你看的是倒一？迄种的哦。系啊，迄种的。哦，迄种。这糖果上有啥？阮有服务客造的小朋友，阮做在弱势的囡仔。会当互因就是垫胃，因为有时阵因就是爸爸妈妈会较晚下班，因就会摇巴肚，摇到暗时可能8点9点才有法度食。嘿，所以阮就会下晡的时阵就会互因一寡点心，互因当卖折腰，当暗时的食饭安尼。而且吼，因为这个血糖吼，互它稳定了后，伊嘛袂安尼血糖震动，变做较肥去。因为血糖无正常就变较肥啊。这嘛是功德呢。真感谢。加油哦！加油！多谢啊。资源不浪费，台湾无饥饿啊！这个叫做No waste, no hunger。咱今日这幕后的这操盘啊，就是咱老秘书长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先甲咱讲这个是要送这个补充包去这个较偏远的所在。好。这标语什么意思 ？No waste, no hunger。不浪费，无饥饿。无浪费啊，无饥饿啦这你是安怎去想到这？人一般我是无银行，我就是去送，安尼就好啊。我何必要管啊这？OK。食物银行一般咧所做的代志，就用惜食助人。9年前呢，阮就开始这个方案，就是对迄个偏乡学校，阮送这个营养补充的物件。叮当时是因为偏乡的学校打电话来讲，阮的学校的小朋友有需要，因为因拢无食早餐讲问我讲是不是会使提出食物银行的仓库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
那可是我们思考说，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有营养的物件，所以阮的高年级，阮的开始讲，阮一个合作的单位叫做台湾营养基金会，阮的请教迄个营养专家学者讲，什么物件适合小孩，就是特别是小学成长期间需要的钙。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说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而且希望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去吃这些东西，而不是带回家去吃。所以你一定要是方便食用的。所以呢，基金会的专家学者建议，我们就含了3样东西。3项。嘿，3项。第一项就是小朋友需要的钙。含钙的东西，钙质唔就这牛奶，是的，是保酒乳安尼。好。那然后呢，还有迄个就是刚才早餐的玉米片，玉米片其实是热量，因为囡仔人会耗体能，行动力很强嘛，所以需要热量，热量的补充。番麦片然后还有迄个坚果，坚果是属于好的油脂类，所以我们就只选这3样东西。这腰果、杏仁、核桃甲金龟子呢？这原味的哦，阮无爱讲内面有啥物加糖，所有的物件拢原味，连迄个保酒乳拢原味。阮就开始讲去劝募家的物件挑这3样东西，然后寻找很多偏乡学校有需要，所以我们就开始9年前，我们开始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方案，那完全是免费提供，而且是我们跟学校合作1000，就是整个学年的合作。每礼拜有3遍，定期定量，每礼拜。所以恁送去，唔是敢若送到位，看你食落去，佫甲你教。是，你不只是讲有这个营养补充包嘛吼，然后阮佫发现讲，第1年跟他营养补充包，第2年开始，阮就感觉讲，恁较互囡仔知影讲为什么爱食这个物件，嘛要有正确饮食概念。什么六大食物分类是怎么样？于是我们就开始跟台湾有营养科系的学校去合作，所以目前我们已经有8所营养大学，营养系的学校是跟我们做合作，课程是由他们去教。我想规期阮兜迄所，我一个囡仔才5岁，规期上来才训练，规工要甲我食炸鸡创啥，叫伊来这做义工来试看卖，有甲会招着。恁阿佫有教学生囡仔佫创啥物，算咧 game 啊，创啥物安尼？有，迄就是营养讲座，迄拢是阮迄个合作的大学里面营养系的师生，他们去设计的教案。咱来试看卖，我应该带阮囝来佚佗才是。加醋味哦。这汤啊吼，咱来试看卖。嗨，大家好，我是全民食物好协会的周伟哥哥，大家早安。早安。好，非常开心呢，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的营养讲座的时间。我们现在手上是不是看到你们有2只旗子，一只红色，一只是绿色？来跟你们解释2只旗子的用途。那我们接下来会问大家，我们会有一个题目，然后大家呢，我数到3的时候，比如说我先假设问大家，知道芋头是原态食物还是非原态食物？所谓的原态食物呢，就是没有经过加工过的原型食物。那炸鸡呢，就是非原态食物。所以呢，非原态食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比红旗；那原态食物的时候就比绿旗。对，然后我们就看谁答的分数最多，谁最快被淘汰，那个人就没有得到我们的盖章，这样知道吗？知道。好，小朋友非常的开心哦。好，我们开始喽。马克白。接下来第1题，藕银是原态食物还是非原态食物？来，还没有，要数到3，小朋友犯规扣分。好，对，来，我们重新来，1、2、3。对，藕银呢？它不是原态食物，因为什么？小朋友知道吗？有人知道为什么它不是原态食物吗？好，不知道，因为藕泥呢它是从芋头里面加工过，变成一个藕泥，变成一个加工制品，所以它不是原态食物。所以呢，这样的食物要多吃还是少吃？少吃。很棒，给你们一个大拇指。好，下一张，来木耳。好，木耳哦，1、2、3，对，答对了。木耳呢是原态食物，所以它有丰富的胶质跟蛋白质可以补充，所以大家要多吃木耳，好不好？好，木耳通常会配什么？你们的营养午餐里面会有什么？木耳会配什么？酸辣汤。对，酸辣汤很棒，还有高丽菜。对，好，大朋友还有没有？加醋哦，对。
好，下一题，哦，老师唔知影加醋是啥啦，开始，哦，加醋，哦，开始，哦，好，下一题，好，我们下一题来看，有看到图卡，好，鸡肉是不是原态食物？来，1、2、3，答对了，鸡肉就是原态食物。那如果炸鸡呢？炸鸡是原态还是非原态？非原态。答对了，小朋友很聪明，非常棒。好。这个呢，这个阶段的游戏我们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玩下一个阶段的游戏哦，大家期不期待？期待。好，我们接下来下一 round。哇哦，我们又来到第2关喽！来，小朋友，我们现在这一关呢就是注音联想啊。我们等一下呢会有一些提示词，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猜到了，就赶快举红旗，我们就让你来回答这个题目，好不好？会猜不？会猜，我觉得开始哦。好。第一题有水果，然后是黄色的，然后它的注音是 f l， 然后它的叶子刺刺的。好，有没有人要抢答？1、2、3，哦，翁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翁来？恭喜你是翁来。好，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题，第2题，我们吃起来暖暖的，然后是紫色的。然后它的字母呢是 U 跟 T， 然后外皮粗粗的。来数到3喽，1、2、3，后，这位小朋友，藕啊，答对了，是藕啊，用喝的。然后它有一个 b g r， 然后它是白色的，然后它是我们的营养补充包里面的食物，所以我们知道小朋友平常有喝哪些东西。来数到3。1、2、3，好，来大朋友，波姑尼，好，看答案是不是？答对了，耶！原来就是我们的波姑尼哦，这就是我们营养补充包里面的食物，也请小朋友记得我们的宝酒乳的那个台语杯安怎讲吼。好，是。哦，民国大连线，哥哥，这是什么代志？这要安怎用？好，我来跟大家讲吼，我们宾果大连线游戏是一个团体的闯关游戏。GoGo 这边会有一些题目啊，你们答对了，再拿一个球就可以帮我们丢到我们的罐子里。如果有连成，不管是直线、横线、斜线，一条线，你们就闯关成功。好，你好不？好，那即马开始哦。好，第一题，来看一个题目。下面都一种食物所含的食物纤维最多 ？A. 白米饭 ，B. 糙米饭，迄当然是 B 咯。是 B 吗？你确定？是咯。哦，恭喜你答对了。哦，这后面还有答案嘛？糙米保留的营养成分最完整，米糠残含有纤维质甲米。哦。还有锌、有磷、有钾、有矿物质，肥白含有蛋白质甲维生素 B， 哦，遮济哦。对，这样子。所以我的地线呢？对，所以你看为什么会有注音啊？因为小朋友他们也会当关主，所以当关主他可以爱好唱。呀。哦，啊，我即摆当打，你当。好，看你要答多一个。上近的。好，啊，我下一位。啊，就是你来当关主。我来做关主。对，你来做关主。好，这个，好来，你再讲一问。哎，小朋友哈，优酪乳哈，优酪乳甲牛奶会当补充我们比较容易缺乏的钙质以及维生素 B2， 是啊，唔是？是哦。OK， 是，答对了。根据国民营养调查，目前国人较缺乏的营养素，有钙甲维生素 B2。牛奶当中含有这两种丰富的营养素，拄好会当补充个人营养素之缺乏。OK， 请。对啦。OK， 好，好一题。啊，换下一个吼，好，我读吼。
每日以3顿为主，平均分配，不可以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莫食笨素食物，对唔对？对，对吼。恭喜你！恭喜你！伊个答案我应该均衡来摄取到6大类的食物，平均分配在3顿，不偏重任何一餐，而且无食笨素食物。我觉得阿哥有够用个答案哦，来请。哎呦！失败啊！哦，所以真正是用安尼啃的哦，不是安尼，但是我做才做放水啦。哦，你不要漏水哦。来，过来。 OK， 细微地哦，金针菇、海带拢是属于6大类食品当中的蔬菜类。是吗？是吧？应该是。对，世界海产食物当中，紫菜、甲海带、昆布、海带皮等等，甲菇，即菇类吼，草菇、香菇、金针菇、木耳，拢属于着蔬菜类。安尼会捌啦吼，唔是青色的，就是蔬菜安尼啦。来请。 连线成功。所以啊，这瞬间哦，真正有影有趣味，囡仔会当吸收，啊，佫有趣味，啊，而且唔是干那食尔。对哦，这有食，佫有学着安尼。因为小朋友他们除了要知道为什么要吃，以及要让他们知道在我们吃的过程中要学习到营养的正确知识啊。一个哦，我讲个观众朋友听，其实伊安讲华语呢，因为伊是班长啦。对。台大做技术。哦，技术吼，所以伊吼华语较会通，但是你讲咱听吼，你哪拢去一寡较偏远的即个乡镇的即个国小，啊嘛有原住民的所在，恁上远去到倒位？哦，我们最远去到兰屿，去到大武呀。对。啊，因的本队，恁还未去进前，因本队的早餐拢食啥物物件？哦，他们的早餐都会吃他们的山珍野味啦。啊，如果住山上就是吃山猪肉，啊，如果住海边呢，就是吃他们采的鱼。对，所以他们有时候早餐呢，就是跟着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采下来的东西给他们吃，所以那个营养呢补充不够。虽然肉很营养，鱼也很营养，但是3餐都吃，营养不均衡。所以我们要给他们营养补充包的原因就是这样。哦，所以你比如讲，若是班早的这个部落内面，你是马丹的吼。呀。啊，你迄阵是细汉时，敢有食洗脑？我有食洗脑。无，我讲早顿的时阵呢。早顿，有时会食会着。哇，伊足咸的呢，早起就食迄哦。哇！我们家通食的时阵，会当食一个鸡咧吼。对。啊，所以食这个补充包，你感觉因的囡仔，大家会当解决伊的习惯，因为厝里伊都无安尼食，所以头拄仔你若有讲，哎，看伊现场食，是不是安尼这意思？我们营养补充包呢，主要就是我们会配送到学校，每周吃3次，然后就是由学校配送给小朋友吃，然后是每天在学校看着他们吃。因为我们之前有施行过一次，就是小朋友带回家，可是长高长胖的都是阿公阿嬷、老爸老母，那唔对啊，小朋友没有长高，反而是老爸老母一大汉了，那唔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请学校老师督促小朋友吃完，然后才可以去做他们的体育活动。就有影呢吼，应该爱食的是马甲巴海加迄个万沙浪，才有通啊大汉嘛。这个阿公你佫大汉要创啥？对。而且学习到这知识，这真正是有意义。而且我感觉即摆这个 NGO 团体像恁这办的拢较幼稚。要甲你送到位，佮看你吞落去，佮会当学习，佮有当再生产。这种才真正形成有一个善的循环，真正意义咯。煞来我佮知影因遮佮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甲咱原住民有关的拉鲁麦是啥物物件？
咱小当讲互你听。我们2011年成立，所以咱这个个案也差不多2年的时间。啊，最早是台北开始的，啊，然后差不多过2-3年以后，阮就搬来台中。啊，搬来台中，就是阮全讲，阮就决定讲，阮要做这个组织对组织，啊，帮助迄小型的，甚至是微型的社福团体。因为透过帮助这些团体，他们直接去帮助个案。所谓的 low waste, low hunger， 我个人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尽量去做。来，你看我这葫芦干仔内面卖什么药啊？这不是药啊啦，这是什么物件？油芒。哦，这咱原住民的话，台湾叫做拉鲁麦哈。对，拉鲁麦。啊，嘛有叫丁。Yes。哦，这 yes。哦，你这摆愈来愈啊，用讲英语嘛会通啦。对。这其实吼，吃起来什么滋味啊？哦，迄只它吃起来比较很像小鸟夹的饲料啦。椒啊，夹的饲料。对，就薄虾味，没有任何的味道。哎，对，但愈薄愈香的意思。对。哦，这是啥？哦，这是油芒，我们要成长到这样，它需要30天，所以我们这是从种子放到这边发芽，变成一个小苗。对，等它长到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让油芒移根到土里面，让它长成大概150到180公分。哦，所以你若咧做这个材啊？对。啊，而且佫展示给大家看。对。啊，这就是上啊要采起来的。对，这是我们最后我们在收成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因为油芒那个时候会长到180公分，跟我差不多这样高，所以我们在剪的时候，我们只会留30公分。啊，因为它这样绑的时候，因为这个油芒拿回来的时候是湿的，所以它拿回来的时候要晒干，晒干完之后就会把它绑在一起变成这样子，然后就会把它真空包装。之后呢，如果要继续把它变成这样的时候，就只要抽里面几个，然后放在我们的育苗盆里面，一个一个放，它就会再继续重新发芽。对，所以我们的油芒呢，大概我们1年是2收，跟水稻不一样。哦，所以它只要我们油芒，比如说它这个长成180公分的时候，它接下来第2期再长的时候，只要从上面剪短，留下30公分，它会再重新长。对，不用重新育苗。对，所以油芒为什么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特有种？因为这是原住民的祖先发现的，然后并且将它驯化，然后变成可以吃、可以食用。所以油芒呢，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分属跟族群，所以他们都有在，就是要有在吃这个油芒。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吃了，因为油芒在采收的时候可以来感觉一下油芒的触感。对，因为油芒呢，其实。对，它外这边喵喵啊！对，因为它在收成的时候会有毛，所以等于它收成的时候，它的细毛会一直飘在大家就会对会起起毛贵啦。对，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就是阿公阿嬷都不喜欢，就后面都没有在种，因为它就是收成的时候就麻烦就是会瘙痒。起起毛。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我们食物银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是一个，我们觉得是要延续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并且要传承这样一个原住民的知识，因为它就像红藜一样，不能让它消失在我们台湾的土地上。所以我们又开始我们在食物银行的过程，就是食物银行的服务模式过程中，我们又重新跟部落合作、跟学校合作，把它种回我们就是原住民的土地上。但是，这个拉鲁麦到底是安怎来开始的？而且伊佫有啥物厉害的所在？我要请周老师、周教授来给咱讲清楚。老师，你先给咱讲看卖是安怎开始有这个油芒的、这个拉鲁麦的这个计划？它是这样子，我们虽然是食物银行，其实我们也很着眼在食农教育的这一个部分。但在我们食物银行能做的部分，我们那时候在想应该做什么呢？就要让小朋友能了解食物，让他对土地还有祖先跟文化等等有一些了解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植物的部分的时候，就透过这个中研院的一些过去的计划，就发现原来台湾有一种消失了很久的一种植物，然后这种植物是最特别的是它是台湾的特有种。那这种特有种的话呢，我们可以这边可以看到它在固碳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因为植物有所谓的，你这边看到所谓的 C4， 其实还有 C3， 这是所谓的3跟4。那这种 C4 的这种植物类，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甘蔗。好，那油芒就刚好属于这种 C4 固碳非常好的植物，所以如果我们从现在气候转 climate change 等等气候问题等等的话，那着眼在这种植物基本上是。我觉得是一个首要的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这种植物它非常耐旱，也耐盐。也就是说你在海边种也可以啊，所以变成说它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栽种。那既然它是台湾特有种，那我们就后来就选择用这个来进行食农教育的一个素材。无经土壤就对啦。但是必须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咱咧初期咧培养即马。后刷来还佫有啥物计划？因为我知影饲这栽毋是遐简单的。这个栽你若做伤济伊马上饮食是这筋就烂去安尼。真是安尼哦。阮这个计划是对迄个2022年开始，2022年到2024年3年，阮第一期的3年计划里面，先甲迄个偏远地区的部落学校合作。带小朋友练习，知影讲，从这个种植要到这个生到100公分高，然后变成食物进到你的口中，那是很不容易的。让小朋友去体验说食农教育是什么。嘛，知影因祖先拢咧食这。对，所以咱在这过程当中，比方说开始时阵，我们要把那个移种到土里的时候，我们是有特别请那部落来祈老来做一个祈福仪式。用因部落为主语来供给的仪式，嘛是安尼还有小朋友了解讲因祖先的语言，还有个祈福仪式的过程。今年开始，我们进到第2个阶段，第2个阶段我们就讲想讲要扩大规模，要甲社区来合作。这个社区呢，有一个是讲，有一个是伫西海岸，有一个是在东边，在台东地区。所以晚就想，我们希望说，这个东西呢，我们不仅是跟原住民来合作，我们也试着在地区更大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汉人的社区，我们也可以试用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个假如卖即马就要调这个时机安怎讲呢？全世界大家拢要食原乡的物件，而且这是算做超级食物的。有影真实，这是一个真好，营养成分很高。我看讲而且佫循环式的经济，伊这废弃的拢免，我知影像阮这过去就知，这规个栽这独独的嘛会当迄个饲鸡饲鸭饲啥会使食呢？是，迄个学者跟迄个农业的改良场也告诉我们，的确他们这个有一些呢，一些根茎什么，有些杆子，他们是可以做那个动物的饲料，比方饲牛啊，是饲猪、饲羊的饲料安尼。我感觉恁这唔但是 no waste, no hunger， 还有 right choice， 选择健康的食物，对地球有益的食物。是。而且头仔个理事长讲这固碳，咱即马这个地球顶头破空，climate change， 真极端的气候，大家咧开始思考，尤其肝病这真有韧性的物件呢，救风救灾的物件，你万不离，你尤其咱肝病正切爱用足侪水呢。所以阮台特别选这唔免遐侪水会种的安尼。哇！因为是算作一种救荒作物这样子。你听起来你真有理想嘞，但是我来讲食物银行其实这一路起来，迄故事真济咯。所以我请两位坐落来要好好跟咱来讲。咱4位我要先请教咱秘书长咱初开始是2011年嘛嘿，对，对遐开始嘛这中经历真济社会重大的事件呢嘿，对。你甲咱讲看下，你这分队差几个人？小贝是2011年成立嘛，到今年已经14年嘛14年，因为我毋是对头就开始参加，毋过我伫遮已经10年安尼所以中间嘛经过真济
动荡的时阵，还有疫情这样子。我们目前的工作同仁，连我在内是8人，啊，阮8人都在做真多的代志。看得出来，啊，都要对我斗阵演。还要惜食助人，然后还要营养补充包，啊，要做台湾油盲安尼啊，所以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工作同仁，大家拢是能文能武啦，18班的武力拢爱。在你所看到10年中间啊，迄上艰难无法度维持落去，敢有这种时阵？有哦，就爱讲，讲到了目屎流目屎滴。我会记起当时是2016年时阵。啊，2016年呢，差不多上半年，因为员工的异动很大，啊，伫当时呢，跟他存我跟阮迄个会计人员，跟他存阮两个啦，嘿，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找同仁，于是呢，就是我们就有这个督导加入了，当时，所以开始找人，所以那一年的2016年的上半年，阮都找了啊，剩2个，来我2个，啊，搁找2个4个人。阮就对4个人就开始做安尼。所以拢是因为苦的代志，所以人才会流失嘛。迄是原因之一，但迄是主要的原因，迄是真现实的问题。做这仓库嘛爱钱，对不对？啊，员工嘛是爱苦来过日子安尼。所以所有物件拢需要钱。伊是后来第三号嘛，吼。你剩2个时阵，伊算第3号。对他，我也记得2016年的4月他进来的，4月1号他加入的。啊，今天呢，这2年半以后，真歹势，伊讲经济有需要，我实在是挡袂掉啊。但是一个我需要钱较多，伊随就走出去安尼，啊，就去别个所在。啊，不是吼，感谢主，啊，2年半以后呢，伊去外面啊走总2年半以后，伊开始爱我们这个合会整个的工作气氛，所以伊个。加入我们，然后阮这个蔡经理呢，加入合会嘛，已经4年了。啊，实在就感觉讲，我这算是中生代嘛，中生代就是大家一起齐心来做这件事情。所以阮的合会里面，这2个算做中生代，嘛有迄个 Z 世代，就是讲30岁以后嘛是有少年的入来。目前阮全部的人工作人员就是8人为主。咱这协会一开始就界定讲，我无要接触个人，我要接触的拢是组织，吼。咱是安怎来做这定义？啊，搁来小咪，因为真济食物银行其实是无强调这哦，吼。啊，这当初的这个宗旨是安怎来确认讲，因为真正听起来拢一切拢真自然，吼，拢真好。但是安怎找到这条路，安怎做这个定义？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在协会刚开始组成的时候，也是有帮助个案的。哦，那个只是说，在我那时候我当然不在协会里面，然后只是后来慢慢他们可能在接触个案的时候，比较有机会碰到更多的那种对现实状况的了解，然后对也认识很多。接触到很多的那中小型的一些社福团体，那慢慢才转型的。大概转型多少年，这个现在已经很难追溯回去了。一路吹，安尼去磨出来。对，我们2011年成立，所以咱这个案也差不多2年的时间。啊，最早是台北开始的，啊，然后差不多过2-3年以后，阮就搬来台中。啊，搬来台中就是完全讲，阮就决定讲，阮要做这个组织对组织，啊，帮助迄小型的，甚至是微型的社福团体。因为透过帮助这些团体，他们直接去帮助个案，那我们的食物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嘛较有效率。嘿，对。但是我他私底下跟老师开讲老师是做这个营养食品。老师，你哪会来参加这个协会？你个人的专长甲这个协会，你认为有啥物所在会契合，还是讲无？这就是你私人的兴趣安尼？其实坦白讲，2个都有。我以前还在香港的时候，基本上我本来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然后做的研究当中，其实只有粮食这个部分。那时候我后来偶然有机会到台湾之后，就来台湾教书嘛。然后在做研究当中，过去10多年，我一直对粮食这个问题还是一直在投入。
虽然我在做营养跟保健食品的研究，不过我私底下的兴趣有很大部分是在粮食，还有一些社会课题等等。那后来我做了一些研究，坦白讲当我们讲到没有饥饿，或者说我们所谓的 low waste low hunger， 我个人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尽量去做，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粮食短缺，基本上就是灾害、战争、贫穷，那这些你有史以来这些如何解决？所以只是我们今天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人也在台湾，那我就想奉献一下，然后尽量去把我自己的也算是兴趣跟理想之一，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然后参加了协会，大概也就是大概2-3年前后，对，然后在演讲的过程，然后大家有点兴趣，算是中文怎么讲，兴趣上头啊。对，他是我们理事长是2023年年底啊，然后成为我们理事监事改选的时候，那理事长就说他就我们感谢他很热心，然后愿意他的专业的贡献，然后2023年年底他就成为我们新任的理事长这样子。因为要维持这个协会实在是无简单啦，但是爱像2位安尼，佮出去佮回来，一定有所感觉啊。你先甲咱讲你想哪出去个几百啊呢？在食物行这个阶段工作一阵子之后，觉得自己在这个工作阶段需要一些新的塔卡，所以我就出去学了一些东西学完之后呢，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协会更成长茁壮，然后并且有一些创新的服务就是从这样子之后，我觉得就是协会也慢慢的在成长。因为我对这个题目阮会客户提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题目上趣味的就是讲，我想到30年前台湾开始推动这粪扫回收，这30年以来上成功的所在伫倒位？就是小学。小学学生回来回去厝的，佫会教示这老爸老母，讲你这袂使做安尼。我相信若佫5档佫10档恁做的代志一定会开花结果啦，但是我也要问讲，像这技术上的问题啦，因为恁是这第一线，因为我知影嘛，这原住民的校可能搬山过岭，敢若送3包去这种代志是要安怎处理啦？是透过恁人肉快递，还是讲叫什么人来去送去？恁人免去这个嘛，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送上去。哇，卡在波急嘛，你已经买了这些营养补充包保酒乳以前也不便宜，1罐至少要15块。对，光是这个，然后再加上运费波急，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我们自己一校一校送，每个月就这样子送出去。然后直到后面开始，我们就刚刚秘书长有提到的，我们的知名度有点扩展了，然后影响力也开始扩增，然后也慢慢的很多的经费开始有支持。之后我们就开始请我们邮局，我们就请他们帮我们，就是请我们的企业志工一起来共同的打包之后，用邮局配送到我们就是偏乡地区的学校。我们曾经还有送到兰屿兰屿因为那个有时候有台风啦，就是送不过去。他们就放在那边邮局放了1个月，然后等到船可以开的时候，物资才送达。对，所以我们之前也有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可是因为兰屿本来就是一个物资比较难抵达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拓展到兰屿的原因。就上后尾的机会我看是理事长还是秘书长要甲咱讲咱这样的协会上需要的是啥物？是人力、钱，还是？要安怎好有行动？因为我的上尾问题就是讲，总袂使讲拢是恁这群人安尼无扩张对啦，大家拢了解这足好诶 ，no hunger, no waste 煞来咧。我简单针对主持人讲这个问题来做个个人的感想的分享。说真的，我来台湾20多年，然后进行这些研究，我想可能也10多年。那
我所看到的问题是，如果要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觉得是整体的素养跟文化的养成。因为我在国外，我看到哪怕真的坦白讲，在一些游轮上面，西方人哦，真的是拿多少，其实他绝对不会吃这么多。那这盘，你有时候看到我自己看到我都觉得啊，有点，我也看不下去，真的拼命拿啊。我以为是我们有时候在东方或在亚洲看到，在欧洲一样。真的要往后，真的能做到我们说 low waste low hunger， 还真的是整体的素养的养成这样。其实哦，来这学习什么自我反省，咱是不是一讲哦，食了太济就无路用的物件？咱坦白讲，咱找一个成年人一天的这个卡路里超2800，就足济啊嘛。哦，啊，咱人的胃。2个拳头母安尼啊，有个人底下安尼白费，规安安尼，这是深度的学习啊！大家互相啊社会学习，了解讲啊，咱台湾应该安怎会当来帮助别人，佫会当家己健康 ，right choice, no waste, no hunger。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安界吼，咱哦今日真欢喜吼，来遐学习。咱这个食物银行协会啊，咱就希望哦，恁日后会当继续行落去，行更远啊，大家啊，更较了解咱台湾风土啊，甲咱台湾食物。感谢各位，感谢，谢谢，感谢。